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17到20节。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的圣经民数记第13章17到20节。和合本圣经在旧约部分180页，13章17节。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第二处的圣经在13章30到31节。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第三处的圣经在14章1到10节。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孚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以上。这时我们要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他所要讲的题目是福气临门3，新态度。新态度。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更感谢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今天是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盼望我们在生活中间，有些人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碰到在生活上的困难，他们如何能够靠主来改变他们的想法，能够过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盼望用这方面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乃是新态度。我们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心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正确而新的态度去面对。求神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赏识我们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识我们有属灵的智慧，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今天我们是福音主日，那我们福音主日中间，我们今年中间总共有6次。这6次呢，是因为我们要针对有6个议题来讲。这6个议题中间有包括在你是不是觉得你日常生活中间有很多的欠缺、资源不足，你有疾病，身体有时候不舒服，到底应该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或者是你的态度常常是消极退缩的，还有我自我形象低落，我人际关系觉得支持人际关系都不好，甚至有被恶者捆绑。我相信在我们生活中间，难免6次的时间要来讲，我们用偶数页来讲到这几个议题。
第一个，我们在资源不足的时候呢，我们已经讲过，在2月20号已经讲了，我们用新资源，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每一个人生活上面，他有很多的资源是不足的，没有错。但是你要是有新的改变，例如说，我们知足就常乐，或者是简单就是幸福。那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也是一样。因为神照顾我们所有需要的，我们要把需要跟想要的要把它分别清楚，你就能够非常喜乐的能够去享受你的在生活上神给你的供应。第二个，针对疾病呢，你要用新的生机来面对它。新的生机乃是说，神他赏赐给我们喜乐的心。那我们有喜乐的心的时候，就成为良药。那我们就常常有一个快乐心，我们就加上我们的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常常保养我们的身体，常常操练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健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肉体可能碰到的这些疾病。这是4月3号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是面对我们态度要是消极退休的时候呢，退缩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它。今天我们仔细会讲这些。接下去我们在8页、10页跟12页的时候，我们各会讲到不同的议题。盼望这些议题都成为我们大家的帮助。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针对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早就已经有耶稣在我们心中，我们想法已经早就没有改变了。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有软弱的地方，所以再次的提醒。那更好的时候呢，是针对我们一些还未信者的朋友，你可以利用这几个主日呢带他们来。那我们可以用，我们甚至在周报里面都有夹这些东西，这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在这个礼拜的小组呢，在小组中间也会有一个实际的操练，让你们从这边所领受到的，能够成为你所认识的这些朋友的帮助。这边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觉得影响一个人的成功跟失败，主要的是关键是在能力还是态度呢？你觉得我的能力很强，所以我就会成功，还是我的态度正确，我才会成功呢？我们可以想想，在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他们身体是残障的，以我们来看，他们根本没有多大能力可以去做。例如像刘霞女士，她生下来就是裂缝性的关节炎，这每一个关节都是肿起来的。她任何动的话，动一下她就会非常痛，不管是走路也好，手去动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每次看到电视访问他、文章访问他的时候，他用喜乐的心去面对。他还创造了一个基金会，来帮助人，帮助那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看他一生中间都在活在肉体的痛苦，但是他却是喜乐的。你说他是用一种怎样子态度去面对呢？应该我相信用人的眼光来看，他的肉体没有任何能力，但是他的态度非常的正确，就做出他神所喜悦的事情，也成为很多人的帮助。那我们再看，像最近会到我们台湾来一个澳洲的人，他没有手也没有脚，叫尼克。这个人后来感动了很多人，因为他到世界各地去做见证。他不因为自己是没手没脚，他就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反而是非常的用阳光的这种态度去面对。所以他的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到底一件事情到底是应该一个人的成功跟失败是用能力还是态度来对应？在来的礼拜六的时候，6月25号晚上，我们会有一个人，这叫杨静导演，他是属于牛角电影公司的这个导演，他会来做见证。为什么叫牛角呢？牛的角，因为他2只脚就是剩2只。就是开这样子，没有错，就是开这样子，不是5只指头开这样，而是2只而已，而且是开这么大，所以他就叫他的2只脚都是这样，所以他叫牛角。他有来跟牧师分享，他是一个阿美族的人，他如果在他的身体有残障的时候，他这样子的去努力，他觉得我不应该被这个打败，然后我要将这些好的信息来告诉别人。让别人激励了别人，也有这个生命要努力的去活下去。你一个人的成功跟失败，是你的态度在决定呢，还是你的能力呢在决定呢？是成为你的，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是我们用积极面，然后还是用消极面来去面对它？是用正面还是用负面的呢？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事情来决定我们所碰到的事情来决定我们的生活，还是由我们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呢？你如一件事情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有些人他觉得还是很感谢主，有些人说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的惨？要是有人发生车祸的时候，他一只脚断掉的话，你要是持着负面，你就说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呢？这车祸又不是我的错，但是我竟然断了一只脚。用积极正面就说我们感谢主，因为我还有一只脚存在。到底你是面对事情的时候，你要怎样子来面对它，让影响着你的生活呢？是你的态度，还是这件事情就影响到你呢？我们若是一个人的成功，或是他的失败，或是他的生活是由态度来决定的话，那我又要问，那你的态度又是由什么来支撑着你呢？怎样的事情会影响到你的态度呢？怎样的理念、怎样的信念会影响到你的态度有怎样的态度呢？我相信这非常的重要。要是有错误的这种态度的时候，纵使是多数人所影响起来的话呢，它也不能成为是一个正确的。多数人的态度若是不正确的话，民主制度里面的少数服从多数，难道是真理吗？我相信我们常常在我们最近看到我们立法院里面的事情也好，我们明明知道这是不是好的事情，为什么要用党的利益就把它硬要让它闯关呢？难道多数人过的就是一样是真理吗？或者是今天我们所看的这经节，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分析，有12个探子到迦南地境里面去看，大家所看的是一样，回来的时候投票表决，10个人说不要去，2个人要去。你要是照民主制度来讲的话，那不是应该是照10票的人去走才对吗？难道多数就一定是真理吗？我相信跟你的态度有关，而你的态度是根据在什么地方，非常的有关系在。所以我们要看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到底是如何。今天的记载里面呢，是讲到上帝要摩西先进到迦南，派人到迦南地去看。你要是看圣经后面的地图，可以看到他们已经过红海了，到西乃山的地方。西乃山再往北走一点点，就到巴兰的旷野。在上帝就循着旷野就进到迦南地了。本来他们预计是要这样子从埃及过红海，然后在这个地方在西乃山跟神有立约之后，就要进到迦南地去。这条路不远，坐87的话7小时就到了。为何他们走了40年呢？事情就发生在今天所看的这件事，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里面。神要摩西派12个支派里面的族长，就是领袖们，到他所要赏赐的迦南地去看，像我所要赏赐给你的地是如何。我们看到他讲了3个重点，你要去看哪3个重点呢？第一个是你去看他们住在那边的人，到底是非常强壮还是非常的弱，是人很多呢还是很少。第二个呢，你去看他们所住的这个地方呢，那所住的这个地方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他们所建的这种城墙是一个很坚固的城墙，还是像我们一样，只是住在帐篷里面而已，营盘或者是坚城里面。第三个去看那个土地，我要赐给你这个迦南地呢，它是肥美的呢，还是瘠薄的呢？是一些非常贫瘠的，还是非常肥沃的这个土地？12个这个探子他们去看的，他们看到有共同的结果，有3点，就是根据刚才摩西所讲这3点。第一个，他看到那边的人说怎样，哇，他们非常的强壮，甚至有时候像巨人一样，他们是伟人。总共有6个族在那边，这6个族是亚纳人、还有亚玛利人，他们是住在南边的地方。还有赫人、耶布斯人跟亚摩利人，他们是住在山上的地方。还有迦南人，他们是住在海边跟约旦河旁边。总共有6大族人住在那里。哇，他看得很仔细，因为他们从南的地方一直走到北非常远的地方，全部都看过。12个人做了相同的这种结果。第二个呢，他们所住的地方不像我们是住在帐篷里面，他们住的已经是用城里面去把它建立起来，而且是坚固、非常宽大的，
甚至下面有一个经节讲说，他们那一个城呢，是比埃及的城早造了7年。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所以他们知道埃及已经非常的文明已经发展了，所以他们做的都是那些坚固的墙，他比他早造了7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说那个土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甚至把里面的果实呢，拿了1挂的葡萄回来，要2个人去扛抬。你可以想象一串葡萄要2个人去扛，那是有多大？那个葡萄大概1颗这么大吧，吃下去说不定还会塞住来。我刚刚有拿一个帽子，忘了拿。昨天晚上我有给大家看，以色列他们的那个有人做这种棒球帽的时候呢，上面就是2个人，他用那个绣起来，2个人扛着一个葡萄，一串葡萄，下面就写以色列。通常看到这样，他们就知道是在讲迦南地。为什么讲它是流奶与蜜呢？奶乃是讲畜牧业，蜜呢乃是讲农业。农林业所以你假定对这个巴勒斯坦就是迦南的这个地有研究的话呢，你只要把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做中心，画一个十字的时候呢，左上角这一地方呢，是因为靠近地中海，所以它接受很多海风过来，那个地方的土地非常的肥沃，那个地方就是农业很好的地方，那边出产的农业非常的多，包括无花果等等这些，所以那边就是流蜜的地方。而其他地方呢，在右下角这地方就是死海的地方，那个地方是雨水非常的少，而且很多的石头，所以他们地方是用畜牧业。畜牧业就是养这个羊啦、牛啦，所以他们要喝这个羊奶或是牛奶，那是流奶之地。一个非常奇特，上帝所赏赐的地方是这样，流奶与蜜的地方，非常的好的地方。他们做了同样的报告，但是这12个人中间分成10跟2个人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看见的部分在10个人里面，他所做的结论是这样。他说不可以，我们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去那边，因为他们是吞居民的人，居民在那边的人就是看到别人就要杀的人啊。为何同样的看见竟然有不同的结论出来呢？原来关键是在这10个探子的态度是这样，是属于蚱蜢态度。这个经节我们没有读，这个经节是记载在第33章第33节里面。13章的33节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他们把自己看的是蚱蜢一样，他们是一个蚱蜢心态，从来没有人讲说蚱蜢是强壮的。蚱蜢就是那些非常车子一走过，人一走过，踩到他就是死掉的那一种。他们带有消极、悲观，没有信心，因为他只看到表面的东西。环境是这样没有错，但是他们忘了，他们刚刚经过红海，他们刚刚从出埃及经历了神10个神迹，过了红海怎样子，又经过了神迹，到旷野之后又经过了神迹，没有水喝，100万人怎么有水喝在旷野呢？没有东西吃，吃了还不够，还要肉。神一一的供给给他们，神要他们到他所赏赐的地方去，他们竟然没有信心，他们是一种蚱蜢的态度。另外2个人呢，就是耶稣亚跟迦勒。耶稣亚跟迦勒呢，他们有不同的看见，他们觉得说可以，而且要愿意，因为有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而且要立刻上去那个地，我们就足能得胜。为何同样的看见，同样的东西景象摆在前面，我们竟然有得到不同的结果呢？因为你的态度不一样。他们2个探子的态度是怎样？是巨人的态度，因为他们积极，他们乐观，他们大有信心，不是因为他们能，因为他们信靠上帝。他们刚刚经历了那个神迹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知道神成为他们的依靠，所以他们不用怕。可以是这样，因为这样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是说我们很强壮啊，不要怕他们啊，我们连埃及都可以打过了啊。
是吗？不是，是因为神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呢？你们继续，假如回去将民数记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呢，当然刚才第14章里面也提到，他们想要杀摩西跟亚伦，说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再好好的在埃及，竟然派我们在这里？你看他们是巨人，我们怎么进去呢？那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子不是会被人家掳去了吗？那他们就觉得非常的愤怒，就要杀摩西跟亚伦。你想想看，上帝会喜欢吗？他们去看探子去看这个考察的时候，用了40天，所以上帝给他们惩罚说：1天抵1年。你们这些悖逆的百姓们，你们要在旷野40年，等到你们这一代20岁以上的全部都死掉之后，让新的一代，我才要让他们进到迦南地。不是这段路很远很远，他们走不到，而是因为他们悖逆了上帝。他们悖逆上帝的结果，就是这一代20岁以上的壮年人，全部都在沙漠死掉，在旷野死掉。只有2个人可以进到，2个在那时候可以进，就是这2位探子，耶稣亚跟迦勒，因为他们信靠上帝，所以他们被允许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他们为何能够有这种福气呢？因为他们有正确的态度。他很正确的态度依靠在什么地方？依靠在信靠神。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结论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态度。今天讲的这个福音临门的新态度里面，主要处理是说，我们人常常有消极的时候，我们有那些非常退缩的时候的负面的态度，我们应该怎样呢？你到底要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说我愿意，我可以，你就有培养一个积极的态度在。有一个叫尼布尔，他有一句名言，这句很多人都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求上帝赐给我平静的心，让我能够接受我没有办法改变的这些事情，然后让我有勇气能够去改变我有能力能够改变的事情。但是我的智慧不够，我常常把2个搞混掉了，所以我就还求神赏赐我智慧，让我能够分辨这2件事情。”哪一个是我能够改变，哪一个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你知道你能改变的是什么？你知道你不能改变的是什么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出生在哪个家庭，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出生以后，我是排行第几，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的家庭，这些兄弟姐妹们，不管他你喜欢不喜欢，就是我没有办法改变的。这是神所赏给我们，你要用平静的心，你去接受它。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有很多你没有办法改变的。要怎么知道呢？神赏赐我们智慧知道。那知道我们可以改变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去努力它，要有勇气去改变它。例如我们刚刚讲说，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不管你是老几，你仍然可以发挥在成为一个孝顺父母的小孩。能够成为这个家庭非常好的帮助，不是只有老大要负责而已。你是老幺也好，你是老几都一样。家庭的关系不是和乐的时候，你也可以成为那些开心果，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这调和剂里面，让这个家庭变很好。这是你可以做得到部分。你的功课不好，好像是我出生的时候，这父母的智慧就好像不够一样，是这样子的吗？你经由努力，里面3分努力3分天才7分努力，你要是好好努力，你也可以改变啊！你可以改变你的工作的结果，你可以改变人跟人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经由你有勇气去改变它，让神赏赐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是可改变，哪一个是不可改变。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有积极的态度。所以我真要问说，你目前到底面对怎样的困境呢？你可以安静心来想想看，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新的态度去面对。但是你知道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你的困难是在什么地方吗？然后你知道之后，你就要决定说，我要用蚱蜢的态度，还是我要用巨人的态度去面对它呢？其实蚱蜢跟巨人，它中间的差别只是在说，你有没有上帝的同在。
当你有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巨人了。当你没有上帝同在的时候，要依靠你自己，你就是成为一个蚱蜢。我看我们像蚱蜢一样，别人看我应该也是如此。那10个人竟然讲这种话，有上帝跟你同在的时候，就是说你有没有正确跟确信的依靠没有？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是一个有权柄的神，还是没有权柄的神？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告诉我们说：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你所依靠的是自己呢，还是依靠上帝呢？是依靠哪一个神呢？是依靠那些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呢，还是只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神而已呢？你要成为蚱蜢还是巨人呢？完全是看你的态度是如何。而这个态度关键在说，你有没有上帝跟你同在？一个人的成功跟生活是由你的态度来决定的，而正确的态度是因为你有真理的根基在，而不是因为多数人的态度就受到影响。刚刚讲说这12个探子去，有10个人说不要去，我们不能去，去的话会被打死。另外2个人说要，因为有上帝跟我们同在。照民主制度，当然是2个人就输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不是多数人就一定是代表正确，乃是这些人的态度到底是不是真的？当多数人的态度都是正确的时候呢，当然所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正确的。所以民主制度其实是根基于，就是说每个人都非常有正确的教导，用正确的判断，不是用私人自己的利益去思考的时候的结果，就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们今天有第2场有和会，和会里面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从2个礼拜前就开始一直讲，我们到底要讨论哪几个议案，我们就将这议案好好的解释。然后我们就发出呼声，请大家回去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求神掌权在这件事情上面。事情这些小会员他们已经做过，也经过这一番同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做出他们的决议，带到会员和会里面，要让会员和能够来明白来做决议。我们不是要每个人回去讲说这件事情对我影响有多大，不，这件事情在上帝的眼光来看到底是如何。你有那些真正的真理、正确的想法为根基吗？不是因为个人的想法。新的态度要我们思考的是蛮多的。那我问你，这真理到底是什么呢？真理乃是说，上帝爱世人，他将独一的爱子呢，耶稣赏赐给人，为了救赎人的罪呢，降世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给我们盼望，我们要相信他，接受他的话，上帝就接受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运营要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句话有什么意义呢？代表说我们是非常宝贵的，我们非常宝贝的，我们是尊贵的。我的神为什么要为了我们人牺牲他的爱子呢？你这样子想就够了。你曾经为了不认识的人、不值得救的人，牺牲你的儿女吗？牺牲你某一个属于你的吗？我相信没有人会这样子做的，因为他不太值得我们啊。你觉得我们人是值得上帝来救的吗？其实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悖逆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已经不再是神创造起初那样的美好的人。但是神竟然愿意将他的爱子为了世人的罪降世受难，流宝血，在十字架上死。你觉得你不够宝贝吗？你觉得你不够珍贵吗？神这样子的爱我们，这个真理带来了什么？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任务了。神这样子爱你，创造你在地面上做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你的命定是什么吗？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这样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从起初要创造我们时，就已经要了我们去做一件事情，乃是行善。行善是什么意思？
行善就是做神看为对的事情，做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太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呢？你有这样子正确的想法，知道神派我，神创造了我在地面上，就是要做他看为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有正确的态度，你就有正确的态度去做正确的去做决定出来。你假定所有的事情都为了自己想的话，我想这绝对不是神所讲的行善。行善乃是对别人有益，不是对自己有益。你所思考的是一个大的环境、大的局面，还是只是非常小，小到只有自己、只有周边这些人而已嘛？当你要有一个新的态度，这是非常的重要。你的局面到底多大？2个礼拜前我们讲到雅比斯的祷告，盛宴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境界是什么？原文意思只是土地大一点。雅比斯这样的祷告，这么自私的祷告，神会应允他吗？我相信以我们人的语言来讲，我们没有办法讲更好。他是用华语讲的境界是相当好的翻译。我希望我做得更大，我能够为以色列神做更大，我能影响我的家族的人，我能影响我的民族，我能有更大的影响力。我要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当你有这样子的更大的看见的时候，更大为愿主来做的事情，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神就祝福在我们身上。你所面对的困难已经不再是困难了。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我们在读经里面有没有看到新眼光？新眼光在2个礼拜前刚好牧师讲到的时候，也刚好一个经节深深的打动我。今天的经节又深深的打动我。2个礼拜前讲的经节里面是提到耶稣说时候到了，他告诉我们主题讲说活在当下。我们基督徒所追求的是什么？是永恒，没有错。但是为了永恒，你就没有不活在当下吗？我们身为在地面上生活的人，你随时都在做某种决定。耶稣到市面上，他也知道他做什么。以前他讲说时候未到，时候快到了，现在时候已到了。这时候我要做某种决定了，这时候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书第1章20节说，他写给腓立比书教会，他这样说：我盼望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总要叫基督因我的得到荣耀。我们会不会时间慢慢的过去之后，哪一天后悔说我哪一天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嘛？要活在当下。中文译本讲说，不至于在责任上有何亏欠，总要叫我的整个人来荣耀基督。今天的金眼光讲到说，大家非常熟的经节，马太福音28章第16节到20节，你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这边讲的是门徒，不是成为信徒。信徒只是相信而已，门徒是跟着耶稣的人，他带有使命。耶稣交代什么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信徒只是我相信而已。你是门徒呢，还是信徒呢？今天的信眼光他举个例子，他说有人做过计算，假定有一个人，他非常认真去传福音，每天传了1个人，带领1个人信主，他一年可以带365个人，10年的时候他可以带5475人，35年他可以带12775人。哇，你说这好棒啊，这个人。但是他告诉另外一个书记，你要是做门徒的话，你1年只带1个人，培训他成为跟你一样的门徒，然后2个人再去各带1年内带1个人成为门徒。经过15年之后，总共有经过15年之后有32768人，就是2的15次方。经过33年之后，有85.9亿人，已经超过全世界的人口了。经过35年之后，是343.6亿人，
会成为神的门徒。我们尽力了吗？我们要为主做工，我们要完成大使命，有很多种方法。你说我没有办法去训练一个人成为门徒，那我总可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别人，你带他们来做礼拜啊，是不是？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东西。你这个带回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今天我所领受到，我们面对生活上有一些这种非常属于消极退缩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啊。来，我念给你听。把这张送给他，这是不是传扬福音呢？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没有尽了我们的能力呢？今天我们和会中间有3个案子要讨论，其实这3个案子跟大使命也是很有关系。我们要开拓教会，我们准备要买隔壁33号的地下室，为了我们需要更大的空间做设计的工作。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宣教基地做某种处理。因为我们盼望有一个更有效的发挥更大的效益在。我们在过去2、3个礼拜就开始一直讲这个事情，希望大家回去寻求神的旨意，让神掌权在这件事情身上。小会员他们已经经过这一段了，他们经过充分的祷告，回去讨论，回去祷告，回来再做决议出来。他们盼望能够得到所有的信徒里面大家的参与。这件事情我们是祈求神掌权。牧师在报告时也不是报告，请你们让这些案子过。我从来不讲这样子的，让神亲自的感动你们，感动你们，让你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被造乃是为了要行善，行神看为正确的事情。假定今天我们在场的第一场礼拜的人，假定你是属于我们的会员的话，你要尽你的责任。刚才所讲的，腓立比书第1章20节，我盼望没有一件事情叫我羞愧，叫我有所亏负。我们有责任，当是一个会员，我们就应该在这事情上做出我们活在当下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要是我们真正有事情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要请假。盼望这些事情都是大家一起的事情，不是只有愿意来参加的人。No， 神交代给你，你要活在当下，你应该尽每个人该尽的本分。最近牧师在看的是每天的灵修里面是看好几个，有一个是看每日研经释义那一本。最近讲到是出埃及记，哇，有时候看得蛮烦的。会幕怎么做？上帝告诉摩西会幕怎么做，什么1肘2肘，然后用什么颜色的怎样做什么衣服等等这些。上帝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非常细节的事情？因为他希望敬畏耶和华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事情。当把这些都讲完之后，这是在出埃及记25章到30章所讲的，会幕要如何去做，就像圣殿要如何建造一样。然后呢，在35章的时候，就在31章的时候告诉他，我有指派2个人，这2个人我赏赐给他才艺，他们有智慧的心可以做，所以摩西就不用怕了，因为有人可以帮助他去做。这2个人叫比萨利跟亚和利亚伯，上帝把他们名字都告诉他了。这2个人可以帮助你来建会幕，然后就开始，摩西就开始告诉会众，我们准备这么做了。35章开始他们奉献，到36章他们开始动工了。在36章第4节讲了一句话，他说：“凡有智慧能做各圣所一切功能的人，都各自离开他们原本的工作前来。”所有心里面有智慧的，上帝赏赐给他恩赐的这些，都放下他原有的工作，全部都来做会幕的工作。神赏赐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做在什么地方？做在平时你该做的地方。上帝需要你的时候，放下所有的一切，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所有活在当下，我们应该要做。恩赐赏赐在什么地方呢？赏在神的国度最需要的地方。要是用错地方呢，我们就会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有恩赐的争执在。我能够说方言，我能够怎样，你不能，所以你比较差还是怎样，就产生一些恩赐不同而的纠纷。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对了。
神赏赐我们要有的，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要有新的态度。新的态度是怎样？有真理在你的心中，你才有正确的态度出来。当我们的态度是基于在神合神心意的时候，你就说：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我们就可以得着伟人的信心跟态度了。假定今天在我们当中有第一次听到福音的人，你是否愿意来认识依靠这位耶稣呢？让他能够赦免你的罪，永远跟你同在，来帮助你。所以我们也就可以跟耶稣雅跟迦勒一样，我们这边也要同样可以来宣告说：上帝帮助我，我愿意；上帝帮助我，我可以。我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宣告这两句话。来，上帝帮助我，我愿意；上帝帮助我，我可以。你可以有新的态度去面对你生活上所碰到，因为你所依靠的是全能的神，不是依靠你自己。这礼拜中间，我们有小组有几个题目在这边：哪些事情是无法改变的，而你愿意平静地接受吗？哪些事情是可以改变，你愿意勇敢地去改变吗？你愿意用正确积极的态度来回应遵循今天的信息吗？我相信你有所领受，你就开始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愿意去改变。到你小组聚会，说不定你已经有改变了，你可以来分享。要是没有的话，你自己应该定个目标。我盼望神的信息的帮助，不是只有在知道而已，而是要行出来。神要我们新的态度，正确新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生活上所面对，你就不再消极退缩，因为你所依靠的是全能的神。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福音主日中间看到另外一个福气临门到我们身上，乃是神你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上所碰到的情形，我们都能够有用新的态度，是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因为神你要帮助我们，神你要祝福在我们身上。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有坚定的信心，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生活上所遇到的事情。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在宣告说：上帝帮助我，我愿意；上帝帮助我，我可以。现在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